你好，我是郭文吉，欢迎收看成大医院电视健康讲座。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是腹股沟疝气，也就是拖长，或者是我觉得很传神的台语对中。那到底它是怎么样一个特别的病，怎么样处理？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成大医院一般外科廖廷凯医师来到现场跟我们分享。我们有请廖医师先跟观众朋友问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成大医院一般外科医师廖廷凯。那目前在斗六分院服务。好，谢谢廖医师来到现场哦。那我们开始进入主题哦。那根据医生你所掌握到的资料，那目前国内外有多少人正受到这个疝气所苦？那它的发生率到底如何？是的，那目前在全世界的研究里头，在国外的发生率呢，疝气大概是4到10%。那在亚洲地区的话，大概是7%，也就是100个人里面大约有7个人会有这样的疝气的问题。这样听起来疝气好像发生率还算蛮多的哈，对。是的。那我们看一谈到底什么样是疝气哦？那刚刚提到特别之处在哪里？那为什么这个疝气前面我会冠上一个腹股沟呢？是，那腹股沟疝气呢，其实是我们在腹壁的疝气里头是最常见的一种。那为什么会在腹股沟这个地方呢？我们知道腹股沟其实它是我们腹部这个构造跟骨，也就是大腿相交接的这个比较凹槽的地区，我们叫做腹股沟。是。那在这个地方之所以会比较容易发生疝气呢，就是因为它的腹壁的构造相对来说比较脆弱。那另外就是呢，这里有一个构造是我们从腹腔通往会阴部还有大腿的部分，一个是我们的腹股沟管，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骨管。对，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先天通道的关系，所以如果它的结构变得比较松散，就有可能比较容易发生疝气的状况。是。那刚刚医生提到这个随着这个通道或者组织变松哈，那不过很多疝气都是小于12岁的小男生，甚至有些是小宝宝，这个哭闹之后就被证实是个疝气哦。是的，那在这个小儿或者是婴幼儿的疝气哈，我们说它发生的原因其实和成年人稍有不同。那我们知道小男生他的疝气他的发育过程中哈，他的睾丸呢在男生睾丸是一开始在胚胎是在腹腔里头，那随着发育过程，这个睾丸会从腹腔移动到我们的阴囊里头。那在出生以后呢，这个睾丸移动的通道一般都会关闭起来。但是有一小部分的小孩，他的通道没有关闭，就会形成先天的疝气。那事实上，在女生，虽然她们没有睾丸，但是还是有这个通道的存在。所以有一小部分的女婴呢，她在出生的时候还是会有这个先天性的疝气。所以透过这个构造非常复杂哈，那我们谈这个腹股沟疝气大概有哪几种？那我们怎么样来做区分？是的，那我们刚刚提到哈，其实这个地方的解剖构造相对上来讲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它的疝气也有分好几种。那因为都在这个区域，所以我们把它统称为腹股沟疝气。是。那事实上呢，常见的形式我们把它分为3种，那再另外加上一种复发型。那第一种最常见的是间接型的疝气，那再来是直接型的疝气，第3种是骨疝气。那复发型的疝气之所以我们另外把它归为一类，是因为呢，一般在第一次的疝气手术完以后呢，它后来产生复发，一般来说它的解剖构造都会比较特殊，所以不会像原来的疝气的形式，所以我们把它另外归为一类。那有些疝气是同时并存的，是吗？对。事实上在不少老人家我们会看到，它的间接型的疝气和直接型的疝气都有可能同时并存。对。OK， 那我想说，这个依照这个疝气这4种不同的形式哦，大概哪一些人是算是比较高危险群，容易得到？是，
那刚刚提到最常见的间接型疝气呢，其实它大部分的病人还是以这个儿童、青少年或者是中年过后的病人为主。那它发生的原因呢，我们刚刚提到这种间接型的疝气其实是经过这个腹股沟管所产生出来的。那所以呢，一般来讲就是在小朋友刚刚提到是因为先天构造的异常，那在成年人呢，就是因为我们随着年纪再加上如果有的人他是长期这个搬重物，工作需要搬重物，他就腹部的压力比较大，就有比较可能在腹股沟管造成比较松，那因此形成这个间接型的疝气。是。那在间接型疝气呢，其实大部分的病人都还是以男性为主，占了90%。是。那刚刚提到的直接型疝气呢，则是我们在这个腹股沟有一个所谓的腹股沟三角的位置那它在这个地方的腹壁呢直接变松的一个情况，所以它是直接从腹壁往外突出。那这样的一个直接型的疝气形式呢，绝大多数都是在中老年人的病人身上。对。那我们刚刚提到的第3种骨疝气骨疝气那它其实呢最常见是发生在中老年的女性。那它最主要的成因就是因为我们的女性骨盆的骨头比较宽，是。那再加上有的是这个生产的关系，还有年纪渐长，所以在我们的股动脉、股静脉的内侧原本的韧带渐渐变松，就比较容易产生这个骨疝气的情况。所以其实这3种疝气发生的原因跟它好发的族群稍有不同。了解 ，OK。那像刚刚最常见的这个间接型疝气那我们知道它不同的严重程度，是不是还有所谓的阴囊型或者巨大型的产生，是吗？是。那刚刚提到这个间接型疝气它之所以会产生，是因为这个腹股沟管内环它有一个变松的情况。是。那当变松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大小渐渐的变大，我们的疝气囊就有可能从这个腹股沟内环一路往外，渐渐的经过腹股沟管到甚至掉到阴囊里头，就有可能会产生我们所谓的阴囊型或者是巨大型的疝气。那这样的疝气呢，一般它的疝气囊都会比较大，所以常常病人都会有小肠掉到里面去。是的。那时候很多就是一有疝气的症状，是不是说一定要挂我们一般外科？那很多人是不是说挂这科是不是一定要开刀，会有这种疑虑？是。那我们其实呢，今天最主要想要让各位观众了解的就是说，到底疝气是不是一定要开刀那我们刚刚其实提到3种不同的疝气它的小肠或者是其他腹腔内的器官卡到里面，我们叫做前置的情况，其实它发生的机会都不一样。是。那以间接型的疝气来说在发生的当下每一年卡到的机会大概是1%。对。但是我们有一些研究统计随着年纪渐渐增加这个比率有可能会慢慢的增加到5%左右。是。那以直接型的疝气来说，它发生这个前置的状况其实是机会是蛮低的。那但是骨疝气在女性上面这个发生前置的机会却是相当的高，将近30%的病人在诊断的时候都是有腹腔内的器官，特别是小肠造成前置的情况。所以刚刚提到是否一定要开刀其实是要看这个我们的疝气的情况究竟是怎么样。那如果说疝气囊不大那疝气的形式并不是骨疝气的话，其实有时候可以考虑不一定要开刀。是。所以这个疝气唯一的这个根治的方法是手术吗？还是有其他方式也可以来做处理？是其实呢在要完全把这个疝气的问题解决目前唯一的方式就是手术治疗。当然我们有一些方式可以让我们的症状比较缓解。比如说刚刚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搬重物
或者是一些会容易造成腹部压力增加的情况，我们把它去做缓解的话，对症状的部分也会比较好。那有一些病人会有抽烟或者是慢性咳嗽，是，那有一些病人是便秘或者是可能因为年纪大有攝护腺肿大的情况，不管是大便或者是小便都比较难上的时候，常常肚子用力就比较容易会有这个疝气有症状的情况这样子。那也是提到这个长期搬重物，那像民众一般现在很喜欢上健身房去举重，这个长期下来也算吗？是的其实我们在重训的时候呢，我们的腹部的压力常常都是比较容易上升的，所以如果有疝气的情况，我们通常是不建议病人去做这个重量训练。OK， 了解。好，那我想一般民众发现自己这个腹股沟疝气，通常都是在洗澡，然后在鼠蹊部发现这肿了一包这样哈，那之后形成才慢慢疼痛。那刚刚医生提到，除了有一些需要这个我们好好的观察之外，那哪些情况是一定要开刀的？那一般来讲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小肠或者是其他腹腔内的器官卡到我们的疝气里面，造成需要紧急手术的情况。所以如果病人可以妥善的谨慎观察，那一般是我们可以和医师讨论什么时候需要手术。那特别是有一些病人族群其实是没有办法做良好的观察，像是小朋友，所以一般小朋友我们在诊断的时候就会建议要尽早手术。那另外刚刚提到其实女性的骨疝气的发生率蛮高的。对，那骨疝气呢，在临床上其实有一些没有那么熟悉的医师，他对这种疝气的形态没有那么熟，所以他不是那么好的区分，所以一般我们女性也比较建议有发现的时候是建议比较早一点来开刀会比较好。对，那另外当然就是如果说像我们老人家慢性病比较多，那一旦发生这个前置的情况，需要紧急开刀，它的风险比较高的时候，我们反而会建议早一点用这个常规手术的方式把疝气处理，对病人来讲会比较好。了解，是。那我想听说这个有些是说为了减少这个疝块突出，会使用一种疝气带哈，不过医生并不建议是吗？对，疝气带我们坊间有不少的形式。那这种疝气带呢，在我们外科医师的观点来看呢，其实它没有办法非常好的去避免我们的疝气囊的突出的状况。是。那我们甚至还有遇过病人呢，是因为使用这个疝气带，那造成压迫那后续呢开刀就是可能会增加手术上的难度。那甚至之前有新闻报道，就是有病人在疝气囊本来就有小肠卡在里面，他又使用疝气带的状况，后来导致压迫到小肠，反而造成小肠的缺血坏死。所以疝气带在我们外科医师的观点来说是不太建议使用的。那有些它是直接平躺就可以推回去那种，就是也根本也不需要嘛，对不对？对。那我们刚刚有提到其实如果你的症状很轻微，或者是几乎没有那像这一类的患者，通常他的疝气是用力或者是久站的时候才比较容易突出。对。那在卧床休息的时候就会复原。那像这一类的情况，其实如果症状不明显的话，可以考虑观察，那也不建议使用疝气带。OK， 好。那就医生的经验怎么样才算是一个成功的疝气手术？大概包含哪些的要素？是的，那我们刚刚提到其实疝气它在我们国人的观念里头，大概是一个比较小、比较良性的疾病啦。对。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这样的疝气手术呢能够带来病人最大的好处，那并且对病人的风险也是最低的。那我们刚刚提到成功的疝气手术有包含主要3个重要的要素。第一个就是呢，它必须要把这个疝气囊做一个很好的处理。
那一般来讲，在小朋友的话，我们只要把这个疝气囊做一个高位的结扎。但是在成年人呢，由于他的疝气囊通常蛮大的，所以有一些病人，我们在疝气囊的处理，我们需要把它截断，那做一个很细致的缝合。是，对，所以像之前我们就曾经被这个其他科的医师召会，就是因为他在这个疝气囊的处理上有问题。好，那因为病人就是腹腔内的压力比较大，所以疝气囊缝合以后，还是会有渗漏的情况，我们需要去帮忙修补。那第二点就是呢，我们要在尽量避免张力的情况下呢，去把这个腹股沟脆弱的地方去做一个修补，那以避免未来复发的情况。是。那刚刚提到要避免张力，就是因为呢，一旦有张力的存在，那随着时间还有年纪就有可能会产生复发。所以目前大概最主要的疝气修补的观念都是会采取一个人工网膜的形式去做一个低张力的手术。OK， 是。那第三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手术，我们希望就是尽量可以避免并发症，让病人在手术以后是可以有一个最良好的恢复。就不管是急性期或是慢性期的一个状况。对，我们刚刚这个手术后的并发症急性期呢，常见的就是有感染的状况。对。那在慢性期的话呢，就是有一些病人，少数病人会有术后疼痛的问题。那我们在医师的手术上都要很小心，来去避免这些并发症。是。那当然，随着这个医疗科技进步刚刚医生提到，我们会利用一个无张力的人工网膜的缝合来修补那这个是不是已经是疝气手术的主流？那还听说可以被人体来吸收，降低复发率。所以，我们其实真的谈谈这个什么是人工网膜？对，是的。那人工网膜其实它是在1960年代末期就已经被开发出来。那这种材质呢，它是可以跟我们身体去做一个相容的，所以可以放置在人体内。是。那人工网膜它之所以可以发生作用，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它可以跟我们身体的组织去产生一个这个结合纤维化的一个反应。那从图片上看到就是这样的一个网膜，其实它长得很像一个渔网的样子。对。是。那它的渔网的目的就是它要尽量的去增加它的接触面积。是。那在接触到这个组织以后产生纤维化，以增强这个组织的强度。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人工网膜的形成，也就是因为过往我们在单纯用身体自己的组织去做一个修补的时候呢，那常常病人都会有复发的情况。那过往的统计复发率可能高达9%。对，所以我们才会发展出这样的一个人工网膜的一个方式。对。那刚刚提到说可吸收的人工网膜。对。那其实呢目前大部分的人工网膜都是健保给付的。对。那不过有一些特殊的设计或材质比如说可吸收的人工网膜像这一种它是需要额外的自费。对。那不过就是基本上它的原理都差不多。是。那当然除了这个传统的手术之外，目前常见的方式还有哪一些比较主流的修补？也请医生让我们大家比较简单易懂的认识一下。好的。主要我们目前都是用这个人工网膜去做无张力的修补。那另外呢，我们目前大概从1990年代就被设计出来一种这个腹腔镜的疝气修补。那在台湾呢也已经是行之有年。那在我们成大医院呢，这一类的手术也已经进行了相当多的案例。那这一种这个腹腔镜的疝气修补基本上它分为2种形式，一种是全腹膜外的修补，那另外一个是经腹腔腹膜前的修补。那这2种形式其实基本上它的概念是一样的。对。那它同样是在疝气囊会把它做一个处理，那并且我们会铺一个很大片的一个人工网膜
去把整个腹股沟脆弱的地方都做一个补强，这样子。好，那就医生讲到这个，不管是传统手术或者是这个现在比较先进的腹腔膜这些手术哈，对你们讲哪些算是比较可以得心应手的吗？是，那刚刚提到其实传统手术它在各种的情况下都是适合的。不过就是一旦病人发生一个前置型的手术往往我们在传统手术上伤口常常都需要拉得比较大。那并且呢，就是如果说病人是有可能有感染的风险的话那我们这个人工网膜恐怕是不太适合去做置放的动作。那不过呢，在这个腹腔镜的手术如果我们是使用这个经腹腔腹膜前的手术的话，基本上它去做这个前置的器官，把它做一个复位其实并不会太困难。对，那再来就是我们的经验上，如果是双侧的疝气基本上用腹腔镜，它的好处还有伤口的大小，基本上跟传统手术来讲是好蛮多。对，所以我们会蛮建议病人如果有双侧的疝气的话，是考虑用腹腔镜的手术，恢复会比较好。刚才提到开刀，很多人就觉得说要麻醉，那听到有一种局部麻醉来开疝气，会觉得很恐怖这样。对。那基本上我们的麻醉方式除了全身麻醉还有半身麻醉之外，基本上还有一个局部麻醉的方式。那不过它只适用在传统手术上面。局部麻醉在国外，特别是欧洲或美国，这样的麻醉方式已经行之有年。对。那不过在台湾因为保险的关系，还有民情的关系，大家对这样的麻醉方式接受度稍微比较低一些。那不过这样的麻醉方式相当的安全，而且病人的术后的止痛其实也很好。是。那过往曾经开过5个案例，那主要都是他在麻醉的风险上，特别是心脏或肺部的一些这个疾病，造成他麻醉风险比较高。是。那我们采取局部麻醉，那其实病人手术前不用特别进食。那手术后也可以马上吃东西，而且可以可以很自由的下床活动。对，所以基本上恢复的都不错。那到目前2年多，这些病人都没有复发的情况。好，医生，我们谈一下这个麻醉的方式对这个手术有什么特别影响？特别是这个有全身或者是这个半身麻醉要怎么去选择？是的，那基本上在全身麻醉呢，它可以适用在我们传统手术或者是腹腔镜手术，但是半身麻醉呢，只能使用在我们的传统手术。是。在止痛效果上面呢，其实半身麻醉它的止痛效果是比全身麻醉还要好的。对。那不过半身麻醉有几个对病人来讲比较大的影响。第一是他在手术过程中会是清醒的，所以有的病人他心里可能会觉得比较恐怖。对。那第二个就是有一些病人会有术后的尿液滞留的情况。那另外就是呢，这2种麻醉方式呢，其实在有一些病人身上是不适合的。那对全身麻醉来讲就是心脏功能不好，那或者是呢他这个肺部的肺功能不好，像这一类的病人，基本上他要接受全身麻醉，相对上来讲风险会比较高一些。那在半身麻醉的部分则是我们的这个心脏功能不好，或者是他有瓣膜性疾病的病人那这一类的病人其实也不适合接受半身麻醉。术后大概有什么需要提醒患者？好像有些人说术后半个月这个伤口表面是好的，但是伤口里面好像还会疼痛，这算是正常的吗？那术后这复发的比例大概是怎么样？关于这个术后伤口的疼痛我们的确有遇过，有很少数病人会发生刚刚提到的慢性的术后伤口疼痛。那在国外的统计大概是10%那不过以台湾我们的经验比例相对上没有那么高。那一般来讲这个跟外科医师手术的方式还有技巧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在这样的手术上都要特别小心。是。那一旦病人发生术后疼痛有时候都需要比较久的观察时间。
对。那再来就是伤口的照顾，其实大部分的疝气手术的伤口都是干净的伤口，不太会有感染的情况，所以基本上手术后伤口恢复的都还不错。是，了解。那我想一般疝气的痛应该是很难忍受，那如果一旦发生的时候，我们怎么样第一时间减轻疼痛？可不可以教一下观众朋友？是，那比较好的方式大概就是首先要先可以的话，就是尽量卧床休息。对。那在我们疝气的部位呢，可以采取冰敷的方式。对。是。那如果说这个疝气它凸出来以后，一直就是这个肿块的大小一直维持都没有办法就是对没有办法消失的话，那有时候有可能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腹腔内的器官卡在里面。那这时候有可能就是可能要考虑尽早就医去做处理这样子。对。那另外在运动跟饮食上面有没有特别的建议？不用特别因为有疝气的情况就是完全去避免掉运动。对。那但是还是尽量避免掉刚刚提到说会因为这个用力造成我们的腹部压力的增加这样的一个活动。那所以我想这个比较轻度的一些这个走路慢跑相对上来讲应该还是安全的。对。那在饮食上面呢，则是尽量就是可以让这个我们的解便可以很顺畅的饮食为主。那一些比较刺激的或者是比较容易造成便秘的这些饮食可能就要尽量避免这样。是不是还有人担心会影响生育或是性行为的状况吗？一般来讲，疝气的状况对生育能力来讲影响相对上来讲没有那么大。对。不过就是刚刚提到我们在解剖构造上这个腹股沟管在男性里头其实是我们的男性的精索经过的地方。那我们这个精索里面就是有在男生有我们的这个输精管。所以其实在手术上我们也要特别小心，就是一旦我们做手术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输精管安全的保留下来。否则对病人未来的生育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我想我们这集下来发现，这个疝气的形成其实很多不同的原因而且男女老少都可能发生，所以一旦发现这个属膝部的区域有肿块，就应该尽早来就医诊断千万不要认为这个过一阵子就好了，甚至是不好意思来看医生让忍痛。我相信医生也非常乐于跟患者来讨论找出最适合的一个方式那么今天非常谢谢医师的分享和观众朋友你的收看，我们再会。